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初6，旧历的4月19，礼拜二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梦境，这表示梅仔雨、黄霜雨的季节就要结束，会转为过道、雷阵雨的天气的形态，也就是热天到了。乡亲打来都要防日头晒，唔通去热到。好来看今仔日的新闻，伫这个宜兰五吉乡溪滨路3段甲镇南路口，早起发生一件重大的死亡车祸。有一台小轿车可能是要超车失角叉，去追撞到头前的箱仔车，搁去撞到对方车道的小货车，造成3个人死亡，一个人重伤的惨剧。箱仔车顶是一对母仔囝，妈妈当要送查囝去上课，想袂到去互追撞，母仔囝2个隆重来往生。驾驶的酒测值拢是0，无啉酒。车祸确定的原因，警方也在调查。货车驾驶一路往路东来驶，向一台驶真紧的黑色轿车去撞到头前的箱仔车，一路出到对向车道，车祸瞬间袂输是爆炸同款，路口的监视器拢对得准，车壳甲零件拢弄甲脆糊糊。听到很大声的撞击声。救援人员出动工具，要将困伫车内货车的驾驶甲救出来。黑色的轿车车头已经变形。这件3台车对撞意外发生伫咧宜兰五吉乡定安路，也有溪滨路3段路口。当时黑色的轿车疑似是要超车，也过煞无细力去撞到头前的箱仔车，搁去撞到对向的货车，致死着3死1个重伤。60岁姓吴的轿车驾驶送病院咧抢救，50岁姓温的货车驾驶送病院是救无活。另外，伫咧箱仔车顶悬是坐一对母仔囝，伫咧汽车公司做会计的老母，今仔日放假要载查某囝去上课，想袂到意外撞到车祸，42岁妈妈也搁咧读高中的查某囝拢无性命。那个红灯停了以后，我们还是不敢走，因为砂石车非常多，他们有的还是会冲啊，然后我们要等。而且它的秒数很近，差不多不20秒。这个间距哦，老人家绝对过不了。事发的当时，拄好是上班人上济时阵，轿车驾驶并无啉酒，也毋过这一弄3条人命就安尼黑油去，奈弄甲安尼，警方也搁咧调查。附近的居民定定伫咧报案运动，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提高路口的安全性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